冷氣機的水專人即日快速上門。冷氣機的水問題影響居家安全與舒適。冷氣機的水不僅影響居住環境，嚴重時更會導致牆體及家具損壞。冼冷氣通提供專業的冷氣機的水維修服務，即日專人快速上門處理，專業技術讓的水問題迅速解決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專業技術解決冷氣機的水問題。維修冷氣機的水需由專業技術團隊準確診斷及維修，使冷氣通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能迅速找出的水原因，並立即提供有效解決方案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，保障冷氣正常運作。實用技巧：自行簡單解決冷氣機的水步驟。關閉電源並拔除插頭，確保安全。拆下冷氣機爐網，清潔晾鉗，防止堵塞。檢查冷氣排水管是否堵塞，用工具疏通管道。重新安裝爐網並開機檢查是否解決的水問題。如問題未改善，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即日專人上門徹底解決。冷氣機的水常見問題 FAQ。 冷氣機的水的主要原因是什麼？通常是爐網撞污或排水管堵塞造成。維修冷氣機的水需多久？專業維修通常1到2小時內即可完成。自行處理冷氣的水有危險嗎？建議基本處理即可，深入維修應尋求專人協助。